今仔日的本土病例129例，昨是104例。指挥官陈时中讲，这2天的案例有小可较起来，也毋过整体趋势也是落降。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昆治案继续咧炭烧，指挥中心昨暝甲台北市长郭文哲针对市场专案开会来讨论，嘛来达成着共识。另外，高雄市长陈其迈痛骂新北市的温子宫病院防疫有漏沟。指挥官陈时中伫拄则疫情记者会拢有提出看法。那本土的病例有129例，那境外移入1例。那死亡的个案有6例，当然昨天的相关于这个北农的或者我们这批发市场的一个专案这里面，那昨天6月24日这0时起，那没有持有阴性检验证明者不得进场，这个也确实的有做。那当然这里面我们要非常感谢相关这个采检站的医护人员。他们一直工作到半夜，那也非常辛苦，能够让大家能够检验，能够确实的，能够被检验到。当然还没有检验的，我们也希望说尽速的去检验。在医院里面相关这2天高雄市跟新北市之间，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有一些看法。不过基本的还要跟大家来报告，一方面也提醒所有的医院来注意。当我们在医院里面有确诊的个案的时候，当他一确诊的时候，他的一个都是一个感染期，那至少要回溯发病日前的3天。那发病日前的3天里面，就会分作2类的人物，一种是我们的一个需要被居家隔离、被我们匡列的对象，他要居家隔离的就是我们的密切接触者。大家都以前有听过。那我们现在对这个密切接触者，那同病房、同病室的，这些相关的人员、病人，那还有这些护理，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尤其在工作人员部分，就跟我们以前密切接触的定义一样，如果没有适当的防护，那有接触，15到15分钟左右，那就会列为所谓的密切接触者。那这些密切接触者都会匡列成居家隔离的对象，是需要被隔离的。那另外呢，其他的人员，其他就是同病房不同病室的，或者接触时间不够长的，这会被列为风险人员。那风险人员基本上是进行自主健康管理，这是第一个阶段在做的。第2个阶段，如果这个被列为我们所谓居家隔离的也好，或列为风险对象的，如果再发生确诊者，然后这整个就会再往上升级。换句话说，原来的风险人员就会被从自主健康管理转换成居家隔离的对象。整体也要提醒医院，那整体在做这个整个在匡列隔离，在医院发生确诊案例的时候，第1个阶段，只有1个案例的时候，那是基本上是针对同病房的，那跟我们定义的密切接触者，还有在他进行里面医院里面到去，不管去照 X 光等等的这些单位。那只要是被定义成密切接触者，就会列入居家隔离的对象。那如果不在同病室，而在这个同病房的情况下，那基本上是会列入风险人员。那当这样的一个居家隔离的人员或风险的人员，再有这种确诊的病例的时候，那其他的风险人员都会被列入我们居家隔离的对象。要用